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22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陈碧玉上午伫个议会总质询，除了针对私立幼儿园时常传出无适当管教的问题，要求市府爱时刻安怎约束以外，嘛针对新市新华的道路建设进行检讨。即期共一条永兴路，一边有整修重新铺黑色的担仔架，一边却是破损白苍苍，伊口说讲，敢若乌白龙筋共款。议员陈碧玉表示，北边一条永兴路，就因为看新华甲新市，毋过乃用好时一边有，一边无，造成一边平塌，一边破损的情形，互地方观感相当无好。议员伫总质询口说变成乌白龙筋共款，要求干务局一定要一直尽速补强。永兴国宅社区有一条路叫做永兴路。那永兴路呢，是横跨新化与新市2个行政区域。公务局呢，在107年的年底呢，将属于新化行政区域的柏油路刨除，重新铺设，而属于新市区的另一半却视而不见，未一起重新刨除铺设，所以导致现在的路呢，变成是一边黑一边白，就像是黑白郎君一样。造成了同样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民怨，并影响所有民众往来车辆的一个安全。整修人行道当然我们还是一体的了，我不会说分这个区公这个新化或新市那这个养护也应该是如此我了解一下，或许这个是区公所处理的，也说不定了不是区公所处理的，我已经求证过了，是公务局处理的。是我们的那好，那这个我们了解还是应该把它一致性。另外，因为私立幼教机构不时传出管教无适当的事件，不过当议员要帮家长调阅录影资料时，时常拄到容量无够，无法度保留遐久，所以要求市府统一规范。对此，市长表示，不管公私立幼儿园为了自我保护，甚至提供司法调查，一定要增加录影印碟的存量，所以将对公立部分买编预算来补助。新闻官自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台南市6都当中唯一无认长交通补助费的县市，所以到认长埋怨，供应比人较细汉。因此也透过议员发起联署，要来争取每个月2000块的津贴。议员林美锦就伫总质询，要求市长要公开说明，敢有法度找出合法来照顾认长的方式。为了表达对林长伫基层辛苦服务选择心意，目前5都拢有林长的津贴作为交通等补助，但只有台南无，所以伫今年议会大会开始，议员陆续替因争取，甚至要联署向市府申请。上午议员林景嘛要求市长说明，到底到要补助，爱找出合法照顾林长的方式。市政府当然就是要依法行政。所以我想说要请市长，就是说，因为有判例嘛，所以当然我们这个要很谨慎，很谨慎。可是要请市长，我们要想出一套合法照顾领长的方式啊，合法照顾领长的方式。那这大家要想一下，看怎么样合法的范围内照顾第一线替我们服务的领长。要不要固定每个月给予一定成一笔数额来作为津贴也好，作为交通补助也好，这个部分是。引起一些讨论的，是好但是因为领长作为一个荣誉职他其实台南市很多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骄傲的部分是我们的志工。那如果提供下去，就变成会变成第一个，它不再是义务职；第二个，它可能会变成一个财政上多的负担；第三个，也这一点钱对于他们的英勇的付出，坦白讲也是不成比例的。那为了这一点钱，反而是陷他们于不义，这点我们也是应该考量的。
另外，永康出身的议员林基买永康现有的人口、公立幼儿园的名额、甲公共托育家园等亲子游乐空间明显不足，所以会长嘛积极替家长请命，要求加增设公立幼儿园等设施来减轻民众负担，嘛满足地方迫切的需求。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大港文化中心伫4月13号已经热烈开幕，不过议员王金德伫总集船除了烦恼日后的活动，甲节目愈来愈多，市府的人力敢有法度负担以外，嘛认为周边的停车空间严重不足，要求市府一定要赶紧找到所在来增设停车位。议员王金德表示，4月13号欢喜庆祝营运的大港文化中心，因为融合剧场、图书馆等多功能，开幕以后，成为民众享受音乐、艺文新的景点。不过，因为中心当初并无规划地下停车空间，所以开幕以后交通停车问题一直拢无解决，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补救，增设将近100个停车位。是毋是伫这个周边？有一寡会当去使用的的土地来甲开发作为停车用啦台江文化中心当初是要规划起的时阵，对停车的空间煞无想到，也是讲规划了无够。这部分咱亡羊补牢要紧来紧找周边的所在、周边的土地，也是讲这个会当增加停车位。我估计起来，一边至少要增加100个停车位吧。另外，迎接 U12 世界杯消防比赛，今年7月2日在伫咱台南举办。不过比赛场地伫亚太棒球村的一级工程，却要到7月11号才完工。虽然议员拢欢乐甲，不过市府干务局却相当有信心。因为目前包厢一工至少有100外工人咧赶工，市府一定会随时监控，保证如期如期完成。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知影咱要推动这运，市府伫4月份规划8场说明会，会后嘛用问卷来调查民意。不过，议长郭信荣表示，问卷的设计只有赞成甲反对，相过简单，并无说明敢若规划费就要1亿1000多万，建设费更加高达800亿，而且佫无包括未来维修甲人事成本，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讲好清楚。捷运系统里面的说明会。只有说你要不要赞成台南市捷运的整个中央补助9700万，市府只要负担1900万，那你赞成与不赞成？它只有规划费，但是未来的700-800亿它没有写在里面啊。700-800亿的整个的建设经费，台南市要负担将近400亿耶，他也没有写清楚啦。这选民知道吗？不清楚啊，所以应该要更加让选民知道。这是一条700-800亿的预算，不是1-2亿的预算哦，应该这样做比较适当吧。要看这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台南市农会配合冬季农特产的收成上市，拢会安排进驻假日农市来做促销。这届冬季邀请到3项区农会来行销往来，因为介绍比市面上俗1/3，所以吸引大批民众来抢买。咱的3项农会要回馈咱的乡亲真难得安排一时段时间来促销因3项农会
咱的乡亲外口内底需要买物件买。三商区生产的旺来品质优良，受到消费者喜爱。这次受邀来到嘉义农市举办旺来特别会，现写现食的旺来，互现场的民众食了以后，拢学了真正好食又够俗，马上就提钱出来交关。特价100，很便宜，非常便宜，对啊，便宜，哦，差很多，对啊，好吃，味道很浓，味道很浓，那所以你买了多少？买100啊，买100，这样3颗100而已。对，很便宜哦。山上区农会来到台南的嘉荣市促销我们台农17号金砖凤梨，还有16号甜蜜蜜凤梨。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凤梨果农来把那个产品销售出去。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大概1000台斤，然后特价就是说3只凤梨100块。现在这特价起比市面上大概3只要150，所以说我们专门在今天用那个促销价100块来提供给消费者。除了新鲜的旺来，三商区农会运用卡数甲行销，将旺来制作成旺来干以及旺来牛轧糖等相关的优质农特产，大大增加产品附加价值，提升果农的收益。另外，伫4月23日2天，三商区农会将会前往新北市举办旺来特别，要将咱市生产的优质农特产推广，予更较侪人知影。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代人买厝除了注重建筑的外观以外，也愈来愈重视安全的问题。20号上午，建筑安全努力协会甲助力建业共同举办一场内电系统工法时间观摩会，邀请建筑业甲民众做伙参加，来宣传建筑安全的新观念。台湾是一个常常发生地动的所在，所以建筑物的防震能力嘛愈来愈受到重视。为了提升台湾建筑的安全品质，台湾建筑安全履历协会积极推动建筑安全履历，同时也配合戴云发 AlphaSafe 耐震系统工法，将办更紧这工课变做一体化甲配件化，有效减少施工的难度，同时也提升安全性。20号特别伫台南举办一场施工观摩会，向其他业者甲民众介绍这工法。我们等于说在钢筋工程这一块，我们都会采用全系列的一个 AlphaSafe 系统钢筋去做绑扎施工，那把每个容易裂、容易漏水、容易爆掉的地方，都变成是一根一体成型的钢筋，没有中断。那在自动化加工厂里面，你要生产100个、1000个，品质如一。现场的工班也都是经过我们受训认证，而且现场组装，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易的把安全品质做到透明化。那钢筋之外呢，包括预拌混凝土的部分，我们也会严格要求现场不能任意再加水。所以说我们会考虑到它的一个摊度跟那个流动性，跟胶质的一个品管流程，那让整个品质是稳定的。所以我们建筑安全履历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给消费大众一个真正安全建筑的一个保障，让大家买了这种建筑之后再也不怕地震的。其实大震不倒不是梦想，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做，确实可以把整个安全做到。富力建设的子公司助力建业当咧进行的建案，也特别甲建筑安全履历协会合作，使用这种内建的系统工法。虽然成本增加，但是也正强调厝的安全比什么拢较重要。我想，既然要做了就不要去计较成本。我想是信赖那如果增加1层、1层半，我想我们都愿意把所有的工程因为经费提高而做好，永远给我们自己安心，那也给客户安心，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现在这个工法嘛，经过国家地动中心的测试，甲传统工法比起来，是有效提高防震的能力。协会也是希望透过安尼的观摩会活动，推广这种有效提升安全的工法，让台湾的建筑安全更加提升。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佛光山南大病院迎接5月份将要来到的佛诞日，咱会举办佛诞特展。即个邀请到现场将佛像甲经文结合做伙纯颂德来举办特展。21号开幕典礼，总主持满洲法师也亲身出席，邀请民众前往欣赏。
写100个福祥画作，除了会使看到有非常庄严的福祥以外，也有济经文伫当中。这画作就是陈松德老师的作品。老师表示，完成100道上久需要3个月的时间，不管是生画福祥，也或是生写经文，拢会使。画作当中也会使看到老师虔诚的一面。同时，老师也希望这个作品会使让民众感受到向善的力量。因为我们画佛画大部分都是以净化人心为主，这一次的绘画的主题呢是把经文跟佛像融合在一起，希望让更多的人喜欢来欣赏佛像画，而且从佛像画当中去了解佛法，进而来净化人心。为了迎接5月份连伊个要来到的佛诞日，佛光山南台别院拢会伫佛光的美术馆举办佛诞特展。这届的画展嘛是配合连伊个要来到的佛诞日所推出的。21号举办开幕典礼，宗主持满洲法师嘛亲自出席，邀请市民朋友会使来欣赏这个画作。他的作品从一个孝子心所呈现出来的作品，不仅活菩萨的法相清净庄严，他书写的经典，每一个字、每一个笔画严整、庄重、字句均匀。自古以来有字如其人之说，足见老师的孝道修行和他的艺术造诣有一定的境界。感谢陈老师带来他最新的创作《法华经》，一部分拿来做展出。我们希望借由佛诞特展的启迪，让佛陀的教法能够作为我们生命中的周航，甚至灭除烦恼，心开意解，获得究竟圆满解脱自在的人生。这届画展将展出到6月2号，想要欣赏这精彩作品的民众，爱会记得来到佛光的美术馆行行的。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25度到30度，袂落雨。海面电光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4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